行政會完成討論建造業職安卡制度法律草案，當局期望透過落實全面持證上崗制度，減少工業意外嘅發生。法律草案建議強制要求喺建築工地或者工程地點實際參與施工嘅人士，報讀為期6個鐘基礎知識課程，參加公開考試，取得其面嘅建造業職安卡。規定所有工人需要具有效建造業職安卡，僱主亦都需要僱用具有效建造業職安卡嘅人士。法案亦都訂明相關罰則，違反規定嘅工人將被罰款500蚊。僱主如果僱用冇職安卡嘅人士，將按每人罰款1000蚊到7500蚊。當局期望透過實現全面持證上崗制度，減少工業意外嘅發生。職安卡由非強制性向強制性呢方面去走，正正係喺呢個經過咗實踐之後呢，覺得再走到呢一步話呢，係有利於工業即係職業安全呢方面嘅保障，亦都係有利於對於工友生命嘅保障。而家持有建造業職安卡嘅人士超過91000人，報讀相關課程嘅超過4萬人。澳門電視台記者蕭標報道。